这是的嘞，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8月2号，公元2017年9月22号。今天的主要新闻内容有：达赖喇嘛尊者表示，德国的难民政策富有同情心；达赖喇嘛尊者在意大利表示，欧盟的成立成功阻止了西欧战争。中国外交官反驳司政洛桑森格发表的文章。墨西哥新闻周刊专访司政洛桑森格。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德国民众中最受欢迎的宗教和公众人物之一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9月13号至15号访问了德国。在此之前，达赖喇嘛尊者从印度达兰萨拉前往德国访问前，接受了德国最大电视网络 ARD 采访。尊者在采访时赞扬了德国自2013年以来对叙利亚难民所实施的富有同情心的难民政策。达赖喇嘛尊者在接受德国 ARD 电视台记者马库斯·史皮克采访时，就欧洲接纳难民问题进行了回答。尊者表示，在欧洲接纳叙利亚难民期间，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曾谈起同情难民的言论。我觉得这不是掩饰，而是真诚地对难民表达了同情之心。因此，我相信德国在人道主义和富有同情等方面能够对世界做出一些显著贡献。尊者接受德国 ARD 电视台采访的内容还包括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缅甸军队和穆斯林之间在该国西北部若开邦的冲突危机等。关于缅甸问题上，达赖喇嘛尊者对遭受迫害的许多穆斯林信徒的困境表示痛心。尊者谈到，他已致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领导人安桑苏季女士，呼吁她以和平和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德国访问行程后，于9月15号抵达意大利卡特尼亚市西西里岛，受到了该市市长恩佑比安克等人士的热烈欢迎。9月16号，达赖喇嘛尊者会见了当地媒体，高度赞扬了意大利的难民政策。随后，达赖喇嘛尊者前往塔奥梅纳市的希腊剧场，向数万人发表以人与和平之间的普遍问题为主题的公开演讲。在达赖喇嘛尊者发表演讲前，意大利塔奥梅纳市市长与墨西纳市市长发表讲话。随后，墨西纳市市长向达赖喇嘛尊者颁发了该市特别荣誉奖。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讲中首先赞扬了欧盟精神，强调欧盟的成立成功阻止了欧洲西部地区爆发的战争。尊者指出，世界的和平不是用武力来实现的，暴力只会引起更多的仇恨和愤怒。我们需要通过对话和沟通来减少仇恨和暴力。Use force, more anger come. 尊者还表示，我很佩服欧盟整体利益精神，因为我们需要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以顾全大局、友好相处至关重要。I think main person to create a European Union. 达赖喇嘛尊者在演讲中赞扬了西西里岛的人道主义行为，特别是接纳难民，强调该岛的人道主义行为能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并强调当前人类的道德价值、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以及人类一体性正在受国际局势威胁，而人类的道德价值和一体性是两个不可或缺的核心精神，也是实现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日前投书英国卫报，发表西藏脆弱的生态系统处于危险之中，中国政府必须改变其立即斑斑的环保政策一文。对此，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曾荣于9月3号在英美卫报撰文反驳司政的文章为误导性宣传，并声称藏族人民是中国环境项目的主要受益者。司政洛桑森格在文章中谴责了中国政府错误的环保政策，使原本很脆弱的西藏生态环境处于危险之中，并敦促中国统治者要改变其错误的环保政策。司政在文章中表示，当前中国政府的环境发展政策存在严重的缺陷和错误，
资源丰富而生态系统脆弱的西藏高原变成了开发矿产和建设水坝的主要地区。这不仅导致亚洲的水资源匮乏，也将对亚洲和全球气候变化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司政洛桑森格进一步指出，2016年是西藏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一年。西藏阿里地区阿鲁冰川雪崩，西藏安都地区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以及康区的洪灾，都是西藏气候变化的累积效应。司政洛桑森格在文章中谴责中国政府累积斑斑的环保政策。司政表示，由于受各类大型的工程影响，不仅剥夺了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而且藏人无法从这些项目中获益。真正的获益者是中国官员，以及在藏区的中国公司与中国员工。9月3号，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曾荣在英美卫报反驳了司政洛桑森格的上述文章。他认为，藏族人民是中国环境项目的主要受益者。曾荣指出，卫报早前刊登的西藏环境文章存在误导内容，称藏族一支也将继续成为西藏杰出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而且他们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充分的恢复、保护与推广。他在文章中指出，西藏自治区严格遵循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存的宗旨，而且一直在优先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截止2016年底，西藏建立了47个自然保护区，涵盖了自治区整体面积 35%。另外，自治区内还建立了22个生态保护段。他还称，中国对世界屋颈的生态安全屏障投入了大量资金。2008年至2030年期间，超过100亿人民币的预算用于资助各种生态项目。然而，中共声称对西藏的生态系统安全投入大量的资金，与西藏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事实上恰好背道而驰，如雪线上升、冻土消失、草原沙化、湿地减少等，这些足以说明问题。另外，9月15号，墨西哥新闻周刊《西班牙文》杂志刊登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图片为封面的“西藏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性”为标题的专题新闻。该新闻周刊国际编辑阿德里安娜向读者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的个人背景，并与司政共同讨论了一系列广泛问题，如西藏作为地球第3极的意义和对亚洲和地球其他地区的影响，以及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流亡藏人政治领导人如何成为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的政治继承人等话题。司政在专访中谈到，50年代中共入侵西藏时，使司政的父亲脱下袈裟，加入西藏护教志愿军，随后与数以千计的藏人一起穿越喜马拉雅山，流亡到印度的往事。司政还在专访中提到，有达赖喇嘛尊者倡导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并表示希望中共当局停止对西藏的镇压，对西藏人民给予名副其实的自治。这是藏人行政中央司政首次访问墨西哥，在访问期间，司政会见了墨西哥各大学院学生，介绍了当时他的求学生涯与当前年轻一代学子间的差异。司政还向学生讲述了当年他在德里大学通过努力学习后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奖学金，最后在该校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经历。司政最后表示，放弃哈佛大学的工作机会，回到印度为藏人行政中央工作，这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西藏民族争取自由而贡献自己应该责任和义务。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